是讲做地本人重新转去人生嘅某一个世界，唔请希望做去那样子。我要人。是想转到过去，还是重温？给着美好的感通，改变命运。不过人生无如果，请有结果，留效果。的风景，有风没有影，感恩的大地土红，小看点落把戏，或许有些话不需要说明。这一次准许你不告而别，放心去旅行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，也不再有悲伤。假使爱上伊，爱会点点看天堂。假使你相爱，手都爱梦都发伤。我的微笑是你喜欢的模样，我会尽量勇敢的一如往常。时间的网留住了美好过往，终究会翻越心里的那一道墙。去文章啊，佢哋講研校約好。唔該，田下問講啊，前醫生冇冇？問講啊？睇下傳書嘅書冇？哦，水冇。哦，水冇。前醫生冇。你講你大早，我去新辦公室上班，我唔記得啊。我這個月報紙我冇預。講我的啊。接受到处理的方向的方向，左一九。喂，阿曉妍，都在講返無？兩位。聽講你某小喺來上班呢，難道喺度天堂慶祝佢結婚，都在來無？太硬難啦，除非做個電話叫我去。
哦，就系若help平天空以安就好个啊。真的啊，伊现状来肯定会把这成，那就阿弥陀佛。全部时间了以后，爱用做唔得啦。天气全部讲爱那用时阵嘿。无呢，今日哪叫张做咧上班啊？做请已经个解呢。再看啦，硬拔出来咧，我爱讲咧。江晨，你有没有觉得小恩最近越来越奇怪啊？要不是不想跟我们讲电话，要么就是手机都没开，到底是怎样啊？哼！为什么？我才想要问你，你每天这样浓妆艳抹的，你到底在跟谁讲电话？我哪有每天浓妆艳抹啊？那你刚刚跟小恩去了哪里呀？Love 18是什么地方？你干嘛偷看我脸书啊？谁偷看你脸书啊？那是因为我有加你们两个为好友。我现在是站在一个室友跟长辈的角色来监督你。天下乌鸦一般黑的，我跟你讲，所有男人都一样。而且重点是，你穿这样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根本就是引诱别人犯罪。你跟小安根本就有鬼。亏你个头啦！我跟小安哥才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是我想的那样哦，哈！你觉得有可能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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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经病！封锁你！封锁就封锁啊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们肯定是心里有鬼，所以才封锁我，不像我心里坦荡荡，所以不会封锁你们。而且还有Love 18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怎么查都查不到？难道说那是一个代号吗？就不要被我发现。你在干嘛？不是啊，我在想，卖照贤伉俪回国是不是应该先自拍打卡闪加大家？什么卖照贤伉俪？过来啦！不要啦！快点啦！不要！你婚戒拿出来，快点！好，我走了，赶时间了。我跟你讲哦，待会儿我要先回公司一趟。这么快啊？晚上我再找时间去你家了，我要先回家。你在笑什么？看啦，宝贝脸书 po 的卖照贤伉俪回国第一卡，放闪好可爱，好甜蜜哦！哇，放闪成这个样子啊！Love 18是什么？不要再问了啦，烦死了！班总，快！我弄好了，来看一下，4台摄影机摆在这4个地方，到时候门口再摆一个可以随机拍到宾客的表情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得啦，家属真给要网络 live 转播告别式哦。连个符文啊，只用 FB 老手机啊都给发。好啊，我中秋安尼啊，经过啊那个发钳的啦、狗盆啦、满脸啦，全部用天字诶。个拍爆吼，都天荒地漫，咻就寄过来，亲好社会迄物个。家属答你，乜都天咯吼，哼，有乜个世界？班哥，是个边嘞，要迄留下，要口技是只是你听做学不会乱，啊无就填唔到实推嘞。经讲廿生年伫个做乜嘅，唔行好经过 FB 张底啊。哼，哪个在搞模特？做出人来丰收的，还用啊不用啦？因为多安多 FB 蛋糕啊，都会可能要偷偷的搞死起来，拜托噶呐！我爱搞的反而嘛用名用男的，啊你唔知要较爽，
爱让无按在面都命如方教。还有啦，个朋友故事呢，都天罗行大记载的诗，按你就表示送高级。潘多后，我听说会懂得你干通啊。哦，钦赞老去当做是严上行为，按人家都不敢通。无人钦赞，有我老多无人看到，人家不还有信任，还很人来钦赞。到天罗行啊，打那个补充啦、RIP 啦，按你感通的都家属，家属的心情都较好。哎，你火气干嘛那么大？你是被老婆电了，还是被邱老大亲到？是在发脾气，在干嘛啦？很烦万哥，I got you。因为这样下去的话，就表示不会有人找司仪，然后你就会失业，然后你就会在家一天到晚被老婆骂，对不对？万哥 ，I got you again。你那种表情就是表示你学不会，对不对？啊，哈哈。好的啦，好的啦，你也都跳下呢，系冇？我老多太火的无传呀，做的无台无势哦。那个君浩交代的事情我都处理好了，而且麦校他放婚假根本没有 follow 整个过程，我来做就行啊。我回来了啦！想抢我工作门都没有。哎呦，知道要回来了。明哥，玩好不好玩？好玩啊！来，哎，麦校，礼物在你脖子上啊！啊！我给你们看，我们这次拍的照片。他怎么没有穿裤子？不好意思，拿错了。来，有没有女人的照片？怎么会有？哦你看是不是很漂亮？哎，他的屁股很漂亮。哎，你怎么一直看不要乱看我老公？呦，人气就会冇 Q 用。罗小姐，你晚上再来接罗爸爸就好了啦。总是要让我们有一些时间跟他单独相处嘛，因为他只跟你亲近，我们很难介入啊。好，那我先进去处理了哈。好。小人乖，小人乖，乖嘛，好不好？我们进去。爸爸下班就会来接你，进去哦。小人乖，今天有很好吃的点心哦。好啦，歹势啦，爸爸唔吵的啦，爸爸让费事你啦，莫叫的啦，莫叫啦，好冇？来，看下爸爸，爸爸跳舞更好，好冇？好啦，爸爸跳舞更好，看下啦。CCN，啊唔讀書又唔讀書，苗一句安樣唔就唔會見。CCN，唔讀書，苗一句，不要都是有錢哈。有哦，那麼。有錢還當我這樣，這個有公司。應該我這一件了。好吧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好啊。太太的，唔做事，鳥一個按用記就唔會欠。太太的，唔吃飯，鳥一個按用記就唔會欠。我一看，好，冇欠。好，准备吃飯好冇？吃飯。好，你要吃嘛？肚子。肚子啊，你要吃嘛？吃飯。不好意思啊，其实像你们折的这个是密宗的莲花嘛，那虽然看起来很简单，可是最好还是字跟字中间都是要统一。那你折起来的话，就会是同一面，那全部看在一起会比较整齐一点，这样。很简单。谢谢你。
哼，你哦，食材哦，临时种了也唔讲，大天发也唔叫，哼。廿把无菜哦，我想啊，一三年哦，青菜色色啊煮好嘞。我老公暖暖啊，一下煮好哈，冻结。阿妹，等下啦，不是冒汗啦，阿妹，不是冒汗啦，青菜是做的呀。冻结煮好了呀。等下回做因公司啊。哦。来，老爷。你看呀。有冇该？呀，迄宝贝会送老爸爸的礼物啦，平板电脑。佢送来也做嘛，我又唔晓用。哎，老宝贝会搞我啊！哎，要做懂多事情哦。哎，看电影、看连续剧、听音乐啊，还有可以上网啊。乜该啊，乜该啊，汤唔识啦，也做乜该？做个FB 老 line 啊。乜该比汤唔识啦？哎，你爱识唔爱识？你唔爱识，我爱出门了哈，我要去上课嘞。那条件做乜该？我教你拿。哦，阿妹爱，我真唔敢错，你要好多摆吃安讲，好唔好？你用铺路听听，我出门了哈。二人来关门了，好。妈，我爱你哦。不得不弃。你哦，真叫爱我哦，家家人来讨心口呢。你跟那个同事陈闺女，人家又会离家，考虑下冇？啊？做对咯。阿妹，赶时间了，赶时间。记得关门哦哈。哦，拜拜。春天跟一条花，一条花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哎，要不要我下去抓个海胆给你？不用了，谢谢了。拜拜。帅哥，你好像是早上在岸边钓鱼的那个帅哥嘛？对啊，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呢？愁眉不展的。对啊，又见面了。哦，他一定是失恋了。对不起，我老婆讲话比较直。没有。方便跟你一起坐吗？可以啊，我一个人可以啊。好。我一下椅子。OK。打 you， 嘿，来，再个咯，耶，来，我约你了。好了，来，你看，来嘛你，
唔該啊！冇冤嘞。倆個娘姑娘甜妹啊！啊，倆個娘來誒，曉平啊，記得冇？啊？冇冤嘞。聽錯記得，迄講戀愛也唔記得，你只會記得倆63年哦，對冇？冇冤嘞，冇冤嘞。你做得較失望對冇？你做唔得表態啊！羅曉誒。哎，你做嘛？你做嘛？我冤嘞，我冤嘞。太傻，我看着。羅曉誒。天，哎，我看根本就没人在嘛，你打给谁啊？打给小万哦。我打给他干嘛？啊，走的。你当啰嗦呢？别提啦。讲我严重的。好啦，走的。天哪！你们两个一起丢好了，反正你们老夫老妻啊。谁在跟你老夫老妻啊？啊？哎，我看你只有老痰吗？你只有老痰啊？哎，麦笑，你也不要一直笑。我跟你讲，你老了之后也变老玻璃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老玻璃。啊，老玻璃，老玻璃，没关系，这个老玻璃啊是要去找自己的玻璃的啦。拜拜。哦，这怎么这样子啊？有了老玻璃就忘记老朋友啊？啊，没义气，没义气。拜托，我一下飞机我就去上班了，我心里还在宝贝那边。哦。呀，你当时老是说嘿，哦，宝贝才在班上来啦。哎你啊，你这样傻大情骂就不给大吞了，总得。不错啊，这样很好。你看，你爱他，那你爱别人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啊，多好。神经病啊！哦。我跟你们两个讲多谢，要不是有你们的鼓励啊，我应该不会有勇气结婚吧？是哦。那你现在要离婚还来得及。怎么这样讲话？我嘅幸福真係同歡喜呢，聽說我已幸福下去哦，快啲！百听，好了，百听啊，你回去找你们家宝贝百听啊，啊，走，拜拜，啊，拜，贵，待会回去要不要也跟我摆一下？哎呀，甩过去了怎么样？嘿嘿，哎，你们两个，我爱你们哦。哎呦，草裙舞哎，撒浪嘿哦。爱你啊！好了，很厉害了，知道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哇。我在9岁之前呢，我是一个跑得非常非常快的一个女生，然后我一个外号就叫飞毛腿。然后就在小学2年级9岁的时候，我刚拿到了全校的田径冠军，然后我就拿着冠军奖杯跑回去的时候，就在经过火车铁道的时候就被火车撞，然后我亲眼看到自己的双腿从膝盖以下全部碎掉。当我看到我脚碎成那样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的梦想就像那个碎掉的腿碎成一片片掉在地上，然后我连捡起来的勇气都没有。可是你知道，我经过了10多年之后，我坐上轮椅了，我竟然因为轮椅要上了国际，完成了另外一个梦想。所以我觉得人生并不会照着你所计划去走，但是如果这个是你要的梦想，你一定要坚持，不要去放弃它，而是去影响你爱的人来支持你这个梦想，让你继续的走下去。
们对礼仪师并不是那么的了解，那么的清楚，所以我觉得你无论如何碰到多大困难，都请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因为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工作，是有大能力的人才可以做的，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坚持下去，然后守住自己的梦想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罗孝炎，罗少爷，爆炸，爆，不用吃泡吧？没事，爆炸哎！哦，爆炸！没呀，不用吃泡啦。啊，没事啊。妈，没事，我觉得对，昨夜凌晨在麦肯因为区和今天宜兰告别式发生的瓦斯气对，因为场地有影响。目前已知造成了方圆30公里。那时间我再跟家属沟通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也没有想过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那再麻烦你，谢谢。好，那现在。事情啦。还不为了某那个事情，公司嘛某那个事情啊，哦，跟人家骗。好啦，一下军方啦、警方党都要处理，人家就枪杀，是过去天数，哦，唔是搞好调养哈。好啦，台波诶，我也动都要无限哈，唔好乖乖哦哈。好，卖笑嘞，卖笑去哪里了？我马上快吐血男人！昨天跟我们分开之后就去睡宝贝家了，可能睡过头了，我打给他。不用打，没有看，我一大早就要帮我通知家属，人还没有来。卖笑！睡过头很正常，刚结婚本来就会很累，我当初就是这样。好啦，书行有那个事情哈，杀走啊。大天妈问谁班呢？很比刚刚做的公司。本台对天下嘅小氣類就從在那年日嘅基礎，在對面都比較不客氣，民風都少聽，民眾都很多，一來去公廟。你看那个福报烟在哪里了？我们好恐怖啊！快12点了，快12点了，快12点爆炸了！拿一点东西借过去。海少爷，老板。茶寿司啊。寿司？你要寿司做嘛？茶寿司？啊。你要茶寿司做嘛？我请我。冇茶呀。茶寿司。你要做嘛？你要注意啊。对啊。你要注意，你要看。蹦。你冇意思啦哦。你坐对。你看他吃饭了吗？注意呀哈。坐对。冇注意哦。我等一下哦，带你去。冇，肯定冇注意好。赶紧吃饭哦。等一下也还要嘛。
碰碰，碰碰。CCN 啊，赖明聪，莫喊呐！你看，用这句，你们这句，按用记住，唔会看啊。CCN 啊，唔读书，按用唔系按用，嘿。有这句，按用记住唔会看啊，还有咧，CCN。来里都，有这句，爱用记住来唱，记得了。走的很好，有事情应该来哦。动乱了，这里哈。唔使咁忙。10年，全就係2-3年這個人吧，懂可以啊。你因為從來把你過啊？雕哥，你有1-3年伫咧啊？啊，天子咧，無人唔強下嘿。就讓佢結婚啦，去婚禮。係啦，我找你去好冇？我自家去啊。唔是哦，做唔得自家去哦，已經蠻多咧哦，再個我去哦，技術會欠哦，太婆就唔會結婚咧哦，來啦。欠嘛個，我17張16歲欠嘛。我較強，愛少年強。安定年強啊！我之前剛好會唱過俾他，唱嘅。
谢谢，谢谢，来明朝，来明朝，你这个，哎呀，记住我，我好嘛，跳蹦卡，哪跳啊？我讲，谢谢，谢谢，唔读书，唔读书，来这个，哎呀，记住唔会客。鸟爸，你阿妈都唔是嘞，前几天，佢真见到我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係咪嘅？懂。唔好講。你哋幹嘛嘅？我没跟我讲，我没跟我讲。那你，老人，我没跟我讲，跟我讲。要人你去我没跟我讲，谢谢。市长强调救灾优先，你有看到这个吗？我看到了。为什么会有人投诉差福礼仪公司的江姓礼仪师态度恶劣，而且还对家属大小声？谁跟你讲这个？我就是在讲这个。拜托，家属是我的财神爷，我会对一个财神爷大小声吗？有可能吗？桂英，你觉得我会做这种事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就用你那可爱的良心告诉我嘛。良心？那你凭良心告诉我，你有没有偷换别人照片加我好友？哦，你这么变态哦！我哪有？真的假的？哦，管制气爆大塞车，我绕超大圈的。来了。 7狗辛苦了，要不要很比你钱赚来？这是你交代我做的事情，我都做好了，对啊，小万你最辛苦啦，你只要开车去外面随便晃一晃就好了。我们还要留在这边待命，关心灾区跟灾民，然后还要被投诉。对啦，小万你最辛苦啦，万哥你说对不对？爱弟，你迄讲遮台铁，我带伊输入的，
才唔會飲到麥雞嘛。古時人家會食太鐵嘅。那是講，是種多用啊！媽那就身體有，我幫我，他也聲音叫我，才夠。做嘛？我換產婦啊！做多人講，我出去嘅。冇啊，昨晚有煮飯正好吃啊。爸，臭毛。那是講，太講，是種多用。啊！你看，又多了25个分享啊！这样我以后要怎么做人嘛？万一以后有人 Google 我江省出来都是这种新闻，那我的名誉谁要负责？我到底以后要怎么做人啊？第一，没有人会 Google 你江乐生；第二，你有个屁名誉啊！哎，桂义，你讲这一句话真的是有点太过分。很实在。按个赞好了。你还有空按赞啊？再分享一下。还分享？你还有空分享？你要不要顺便分享一下你们家卖笑人在哪里？还有桂义啊，你也是啊，你们家卖笑到底人在哪里？我们快要忙得死掉了，叫他赶快给我出现！哎呦吼，脸书也没有动静，手机不可能这么久没开啊！那糟糕，不敢看，你们自己看。怎么的啊？事情啊，冇叫啦。干嘛？妈呀！微笑。这是一件往生被，被子上的经文可以保护你三魂七魄，请你不要担心，不要害怕，跟随佛祖的脚步，前往西方极乐世界，逍遥自在。神老戲搶由一仙機嚟聽，老年神將美好嘅100件事丟丟空下，再過來乘以100萬遍。聽講，這就是靈魂離開肉身，繼續下一個旅程嘅感覺。羅曉誒，係我用夏威夷嘅薯片，讓我寫書嘅用愛變嘅幸福樹鏈咧。帶上去，我相信壞嘅事情全部都被避開，好嘅事情全部都被請到人家度哦。愛你哦，也係我心好多嘅東西，
我家家人爱人讲爱，故所以爱你哦。为什么幸福总是这么短暂？现在麦孝走了，以后就换我照顾你吧。因为麦孝有说过，喜欢一个人就要勇敢地说出来。所以桂义，我喜欢你。远去的背影，哪里比得上迎面而来的笑容呢？给点面子，想了很久。毛槍要無㗎，又喺看嘅路嘅，行省正冇啦。你看看啦，一見到啊，真係啊，你快罵個意思啊，掉暗多要罵嘅了，冇呢，哎呦，偏瘦了，不然都有事啊，罵嘅，你看看啦，哎仔，哎呦，落下煙，抽不卡啦，哎呦，用得驚呢，來，看看啦。啊，哦呦，你用這叫呢？太傷眼嘅啦，係冇？看個毛菜喲，超脫了，冇識動啦，煮嘅東西當晚嘅啦，照顧爸爸都辛苦了哦。好了，冇事了。哎呦，我老布布啊了，要不要靠帶動都被土產了，然後布布啊，都講嘅了，太慘了。伢老爺係嘛嘢？哎，老爸。哎呦，阿爸啦，冇啦，你今天冇啦。你弄啥？掉了东西。我去拿了一块呢。对啦，前面抽出来了。抽了。你那边辛苦了啊。还有，哎呦，阿爸来抽了。有。上班了。来呀，来抽了。慢慢来。来，可以，要抽点了。来煮飯嗰陣食好冇啦？眼叫冇看到啦，走好啊！哦呀，身體很糟了哈。我真的希望，我可以用伴侶的身份送麥孝最後一程，做對嗎？哎，你好燙哦！喂。都是红疹子，不是那个伊波拉病毒吧？他没有在。而且，借问一下，这是葬仪社是无？敢有一个人叫大德